呢個位置有全新嘅電梯樓啊，就近鏡湖區迴旋處，每層咧就有8戶，就係圈住呢個位啦，直上就到噶啦。咁呢條視頻咧就會有晒咁多個單位可以俾你睇晒。而家睇緊呢個咧就係 A 單位，做咗3房示範單位。由於係現樓嘅關係咧，即買即簽契就係即時收樓，即刻住噶啦。咁到呢個 B 單位咧就係日式裝修，細少少嘅2房啊。咁如果喺呢邊要電梯嘅新樓咧，仲要總價細咧，呢度基本上都係街坊嘅首選。最細嗰間咧200零萬起，咁去到3房咧佢都係400幾萬就有啦。咁見到咧窗台位置喺發展商都已經利用埋，所以咧空間感絕對唔會細嘅。之後到呢個 D 單位咧就係3房2廁嘅單位，開放式廚房，全屋做晒入牆櫃，客飯廳都非常之分明。3間房咧同樣都有窗。咁呢個主人房咧就係單邊位嚟嘅，非常之光猛。洗手間都係名廁半落地大窗，睇到單位格調咧配色非常之用心。跟住呢個 E 單位咧就係冇做試行單位嘅交樓標準。如果中意自己裝修嘅朋友咧，可以按照地下腳線咧去劃分翻1房同埋2房。咁再到呢個單位咧，我原本以為係2房嚟嘅，但係好神奇地呢度都會有1間房，所以呢個係3房嘅單位。同樣都係做到客飯廳開放式嘅廚房，3間房都係有窗，跟住到可以做3房單位嘅交樓標準。咁其實你見到大部分咧都係開放式嘅廚房。咁呢個單位咧地線咧就畫咗3間房俾你嘅，望出去咧就望住西南大門口入嚟嘅方向。最後咧就係呢個 H 單位啦。如果係對呢個新樓盤有興趣嘅咧，攞更多資料或者約睇現場咧，隨時可以聯繫我嘅。拜拜。